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是这个校园的意外。高雄南马坑一间国小，讲老师身体无爽快，离教室办公桌的边啊，用这个电水罐底下滚水要来饮用。结果这个3年的小女童无小心去揢到电线拔倒，这个滚水淋落来。小女童的下半身，包括双脚、大腿甲尻川皮，拢来烫着伤。救护车赶要甲烫着伤的查某囡仔送去病院。事发地点伫高雄市南马坑一间国小的教室内底，当时读3年的查某囡仔伫下课时间和同学走来找真正的导师，想要到煞伫离开的时阵发生意外。因为这边有热水，老师把他提醒他说：“你要小心。”老师已经要开口要跟他讲说，他已经就是因为想说不小心，他就老师听到他就不小心脚去弓倒，拉的时候他就不小心摔倒。无注意到伫涂骹电线，查某囡仔无细力滑倒，所以互地沟内底烧水烫着伤。送病院治疗，医生初步判断倒边正边的大腿、骹目、尻川是2度烫伤。校长表示，迄间老师因为身体无爽快，才会伫教室烧滚水。我们都会有加强宣导可是今天真的是个人的一个疏忽意外了。我们都有加强，因为学校渊源板就是有一定的安全，包括那个插座的位置，其实都是有规划好的。意外发生了，校方嘛做校安通报，协助办理学生保险理赔的代志，嘛继续关心囡仔的状况。校方强调，未来加强宣导地沟、烧水管还有饮水机使用的安全事项，避免类似的意外再发生。